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》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日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一块书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日咱要来讲插目。其实插目这块书介趣味，目睭若去互插着，咱人的反应就是目睭会随刻刻去热目睭，若较严重咧，随着爱去找先生。所以，这个插目实在是一个真活跳的形容词，伊是照目睭去互插着的感觉来形容，毋是真正插着啊。这个插目会当摕来形容去互真强的光线照着目睭，目睭天袂开的情形。就像咱伫阿龙的故事内底所讲的，日头伤炎真插目，就爱挂乌仁目镜才会较爽快安尼。搁一种算是探出来的意思，亲像男女朋友伫餐厅哪食饭哪做散开，恩恩爱爱，汤甘蜜甜。若拄好有罗汉脚仔伫遐咧食饭，因就会感觉真插目，目睭就会天袂开，凡说连目屎嘛强强要流落来。朋友啊，有时咧做散开嘛，着看所在呢。有一块树号做刺插，有影甲即个插目真相像。过刺插嘛会当用伫听人的话，听甲无介爽快的情形。像讲，伊讲迄话倒口正涩，弯弯翘翘，听着实在有够刺插。最后来补充一块词，叫做插花，就是伫茶顶面雕刻花草的意思。这即卖的人凡说拢较袂晓讲啊，像即款词类，咱若都合有拄好，就加减仔讲，咱的话才袂消失去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过来哦。